大家好，今仔日我要来教大家来会晓看白话字。内心白话字是台语的一种飘音的文字。要学白话字，内心要先来了解台语的音节的结构。台语的音，一个音节会当分做是声、韵、甲声调。声母的话吼，像即字叫做俗，即字代表俗。俗伊的声母就是 s， 就是主音的意思。声母就是主音的意思，伊的声母是 s。韵母就是后壁迄个玉。韵母的下底佫会使分做三个较幼的部分，就是介音、韵白甲韵尾。像即字，即四个元素拢有，所以声母是 s， 介音是 i， 韵白是 o， 韵尾是 g， 所以玉o 顶面即一个直直的记号，这叫做第八条的声调，等下会讲到。好，过来台语。学一个语言上重要的，上一开始就会学伊的母音嘛。台语主要有6个母音。伫遮我是以我高雄的腔口来做标准，就是第一个是啊、i、u、a、o。下底有一个例句，就是会当甲即6个母音的拢包含伫内底，像即句伊有乌下无？韵母除了这6个叫做单音的韵母，佫有即两个是无含介音的复合的韵母，就是 i 甲 ao， 就是i、ai、u、au。就亲像即个例，开钱，i、ai、可爱、开钱，u、au、包凹、包啊。好，过来就会讲到拄拄仔有讲过的介音。介音主要就是i 甲 u 会当做介音。用i 做介音的复合韵母就是即5个：i、呀、i、u、u、i、ơ、i、o、i、au、分别有即5个例词，就是野蛮、幼秀、金蕉、优美、少坡。若 u 做介音的话，就是 u、哇、u、威、u、威、u、歪。伫白话字这特别的就是用 u 做介音，伊有2个写法，一种是当你即个 u 即个咧写哇甲威的时阵，像即个甲即个的时阵，甲即个 y 的时阵，伊头前是用 o 来做代替。干若威是写一个 u。才有例词，就是唱歌、吹讲、皮肤、快乐。过来讲到变化，变化伫白话字就是伫母音的顶面，正边的顶面有标一个细字的 n， 所以若标这就是叫做i。
片化号做伊 ，a 片化号做 a，o 片化号做 o。啊，来看这例，这例上紧，就是花骹、海墘仔、红婴仔，嘛有腔口是讲红婴仔，乌乌困，歹册包，拍拼，腔口，啊，台南腔会叫做腔口，佮有枵、关山、食饭，食饭是宜兰遐个腔啦，叫做食饭，啊，咱普通腔是叫做食饭，无共。关门。过来要介绍声母，声母主要就是会当甲理解做主音，啊像这就是相对音，b，虽然伊是写 p， 但是伊是念 b， 后壁加一个 h， 才是送开的 p， 啊 m， 是落音，就是你会当甲想做是 m 啊，但是莫有鼻音，甲鼻音摕掉就是 m。啊，起换音就是像的，伊写 t， 但是伊念的，加一个 h 代表送开，叫做 t。啊呢，啊这是 z、c、s、z、z 这是会当甲想做是迄个华语的卷舌的 r， 莫字互放互字甲放互直，叫做 z。莫更字，啊，这是了。啊，像即区就是较特别的，就是较幼路的变化，就是它拄仔的字后壁加一个伊就变做是 g， 毋是 z， 毋知恁听会出来袂？就是 z 甲 g， 即一般普通腔是 g 啦，就是食饭的食，即个 g， 啊，树就是饲，伊是变饲，毋是饲，就是饲树食树，啊，热，即字的文吐音叫做热，啊，蛇王的蛇，毋是蛇，好，啊，软扩音就是歌，伊写 k， 但是伊是念歌。加一个 h 代表送开科啊，这个上困难的就是歌，伊是落音，伊是歌，伊毋是歌嘛。通常做侪少年人会，做侪台语较无好的少年人会甲即个音就无伊啊。但是即个音是歌，像我，伊是我，毋是我。啊，像这佫愈困难，这是歌佫加上鼻，会当甲想做是加上鼻音，就是文雅的雅，啊，这是好。啊，这内底有两个音，会当单独出来变做是一个独立的音节，亲像即字是两片喙唇合起来，啊出声毋免的啊的啊这就是色的好，啊过来韵尾，这是属于他拄仔上一开始讲的韵尾的一个部分。用例来看，上紧就是颔滚，即个么就是你音要收缩起来的时阵，上尾也是两片喙唇爱合起来，所以这是颔滚。啊，入声就是你的声爱足紧着缩起来，就是底足底啊，着紧甲缩起来迄种，就是亲像这就是报答。啊，你缩起来时阵，你的两片喙唇嘛是合起来的。啊，像安全，
就是安全、握手、人、甲落，就是么甲波相顿音，即两个音，伊其实上尾啊，你的喙型、你的指的位拢是共款的，但是一个是短短就甲缩起来，啊一个是入声是短短就甲缩起来，啊片音的韵尾毋免。啊，即个 H 就是即个 H 就是直接对然后你的声门，你的然后就直接甲迄个气互伊转去，就安尼就叫做看例就是叫做声活。啊，白话字有一寡较无法度直接对头拄仔讲的遐个音直接甲斗出来的，像英甲益，伫白话字伊是写做 ENG 甲 EK， 伊毋是写做 ING 甲 IK， 所以这爱较特别。啊，像 O 这后壁若是加韵尾叫做 ON 的时阵，即个细粒的点毋免点，就省起来。啊是伊变做片化音 O 的时阵，伊即个点嘛毋免写。啊，毋过伊后壁若是 H， 就爱写，因为甲血甲血，这是两个无共的字，所以爱有一个区别。啊，过来就是安甲业，虽然已经因为时间的，因为年代的变迁，即阵的人拢是念 N 甲 A， 还是烟甲业。毋过你咧写字嘛是爱写做 IAN 甲 IAT。好，这就是所有的这就是所有的声母、韵母、介音、韵白、韵尾。过来要来介绍台语的8个声调。逐个声调的调符，就拢像即个表格安尼列出来。第一调就是咚，像这例就是咚，啊咚咚咚咚咚咚，啊口诀就是衫底裤胯人偏直，屎虎白鼻狗枪鹿，骹手喙目头鼻目。啊，有一个较重点的代志，就是第八条伫全台湾有几若种无共款的念法，所以我拄仔念的是高雄较普通腔的念法。啊，佫有一个是第9条，就是关声，就是若伊的调符是顶面一个圆半圆，顶面就是即个调符。啊，伊若要念，就是叫做啊，就类似讲国语的第二声妈妈的迄个妈。啊，声调符号的位置嘛，其实你若是无要用手写的话，你若是有手机仔的输入法导落，伊就会自动甲你用好啊。所以其实嘛毋免啥记。啊，连读变调，这就较困难啊，因为这就较复杂啊。但是你若是本地就会晓讲台语的人，你遮个变调，其实你伫头壳内拢有，但是只是你可能毋知影你的头壳，伫你逐摆讲话的时阵，拢运作即种遮尔看起来遮尔复杂的系统。就像这火，这高一字叫做火，第2调嘛，火车后壁用后壁加一个车，所以伊火就变火，第2调变第1调。
火车车是第一条，毋过车若后壁佫加一个站，伊车就会第一条变第7条，火车站。安尼，才有共款的道理来讲，就是火车站、火车站长是火车站长、火车站长是。好啊，过来遮个特殊的变调，这就毋免，这就伤过幼路啊，所以若初学的到遮就会使先停起来啊。啊，遮个事、遮个物件嘛，是你若是平常，你若是早就会晓讲台语的人，其实遮个规则拢伫你的头壳内，只是你从来毋捌看过伊完整的即种整理出来的规则，所以你会感觉足困难。毋过你若正常，你若会晓读，你若会晓读的，你自然就拢会晓。像讲这地动、天光、头壳痛、心闷、烧、人、雾、俗。像这土啊，你袂念做土啊，你会念做土啊、刀啊、叶啊、地啊。啊，轻声伫台文的书写内底，主要就是两个连字符，像这惊死甲惊死无共，惊死中有两个连字符，这代表是轻声，就是你惊甲你惊死，啊你惊死是中敢若一条连字符尔，代表你无想要死，你足惊死的。啊热死，啊是看着、听着。啊是看过、听过，啊这对前变调轻声，这其实嘛毋免伤去甲记，因为你基本上你家己的语感有法度去，甲遮个调拢念了拢真正确，所以这家己参考一下就好。啊，过来是台语甲白话字的差别。就是教育部有创一个台语，啊，其实伊甲白话字的差别差无介济，就敢若伫几个所在尔。像这知，白话字是写 ch， 教育部是写 ts， 啊加一个 h 代表送开。啊，蛙甲话，教育部是拢甲用u 做介音，拢甲全部拢甲写 u， 无用写 o。啊，像这英甲译。教育部是写 ing 甲 ik， 啊片化音，白话字是用 n 做 n 伫标一个细的 n 伫正边的顶面，啊教育部是用两个 n 来代替，啊白话字 o 的 o， 这 o 白话字是用正边顶面这一个点，一个细的点来代表 o。啊，教育部是用两个 o 念做两个 o 合做 o， 啊，过来就是第9条，迄个关声调的调符，这都无共安尼。啊，过来讲到网络顶的台文资源，就亲像咱正伫网络时代嘛，所以拍台文是足重要的代志。所以你若想要拍台文，你有两个，你首先你爱先看你要用手机拍还是用电脑拍。你若用手机拍，你的手机是苹果的，还是 Android 的？啊，你若苹果的，你有罗汉卡甲拍台语；啊，你若 Android 你有拍台语。啊，佮另外这我无用过，所以我嘛无啥确定，这敢抑佮有伫咧。啊，你若用电脑，你有信望爱台语客语输入法，还是教育部台湾闽南语输入法，这两个拢毋免钱。毋过若义团台湾输入法，你着爱纳钱，虽然伊有试用版，但是迄是有限时间，所以你若时间过，你要佮继续用，你着爱纳钱，你着爱用钱甲买起来。啊，常用的词典就是像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，甲爱台语、甲找台语。啊，找台语即本是甲台湾所有台语的词典拢甲整合做一个
网站，你会当输入白话字、输入汉字、输入华语甚至英语，伊就会走出你要找的结果。啊，文献收集就是有台湾白话字文献馆，这是一个足有名的一个网站。伊甲过去有关白话字的文献拢收集起来，啊，佮有做伊的汉落的对照，所以是真方便的一个工具。啊，拼读练习，这我嘛来念一解，互大家看觅咧。好，中国的正史，袁世凯参详要保护皇帝，袂得通因为正人主义要设立民主。皇帝也知无法得伊答话，就伫2月第12號有出诏甘愿退位，来顺百姓的意思。大家愿准伊有皇帝的名色，若定正事无插，也袂阁传位互伊的子孙得。有缘住伫京城，通顾伊的宗庙，每年400万银，互皇帝做所费。迄时煞互袁世凯甲黎元洪做政府的统领，其余的大官也拢是革命的人。庄中孙逸仙无做官，伊毋是好命的人。若会得通国家兴旺，伊就欢喜做百姓。可惜伫2月29日，北京有搅扰，是军兵心肝毋愿煞出来抢百姓。暂然有几若日的反乱，伫天津甲别所在也是安尼。后来却较安静，毋过失落米真济，也外国的公使看即号世面，有得参详，着起家己的兵来京城保护。大家着求上帝怜悯中国10百姓的百姓，互因的时代熬设法利益百姓，免得因受到扰乱的艰苦。唐山这碟有假换新历，亲像人伫遮的款。今年号做中华民国的元年。有一项通欢喜，就是遐个大官济人知影咱姓教的利益，无亲像清朝的官在妖异。有的是透道理的人，捌受洗礼；有的虽然是未受洗礼，也知信教是好事。亲像袁世凯伊的囝甲伊的孙，有去伫天津耶稣圣教的中西学堂读册，可见伊的体贴，咱圣教的意思。好，安尼就教到遮，多谢大家。